为着鼓励品行良好的学生努力学习，台湾士典语苗志工协会颁发奖学金112万，总共有192位学生受惠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，勉励在场的学生，同时致敬感谢状，肯定协会善心。这是神明的钱啦，吼，这嘛是十方的钱，是神明的钱，也是各方的钱。所以呢，我们非常期待，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领了5庙的奖学金，一定在学业上、在品德上、在各方面都是所有同学的表率。虽然金额不多，但是借由这个机会，让小朋友们知道，在长大成人后，也能回馈社会。金曲歌王蛋宝嘛来到现场，以台湾士典语苗志工协会的会员以及台南一中校友的身份上台，勉励在场的学弟妹。在去年的时候就得到第32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，还有最佳专辑。我觉得成绩并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持续的吸收知识。台湾士典语苗志工协会开办奖学金已经第2档，捐赠超过100万外奖学金，总共有300位学生受惠。希望得奖的学生怀着感恩的心情，有一天学有所成，秉持公益回馈社会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